根据自由人士透露的可靠消息，中国入侵者抓捕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著名作家、受人民爱戴的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阿卜杜卡德尔·加拉利丁。他是元月29日在自己家中用黑色布袋蒙住头部被抓捕带走至今，了无音讯。对此，东突厥斯坦信息中心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吉利里·卡尔卡先生称，中国入侵者在抓捕维吾尔族活动家、文学评论家、作家阿卜杜卡德尔·加拉利丁的同时，加倍增加了维吾尔人的仇恨，呼吁维吾尔人将悲痛化为动力，积极参与抗议活动，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，维护真理而奋斗。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关系处主要负责人之一劳拉斯通表示，中国政府正在对维吾尔人进行系统性破坏。劳拉斯通说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突厥斯坦有数十万人被抓捕，以政治教育为幌子集体拘留关押，强调这是违反人权的，对中国政府破坏欺压维吾尔人感到不安。他表示，会试图通过与中国政府建立对话形式来减少侵犯人权的行为。埃尔多安证明在叙利亚的行动和解释叙利亚的事态发展，并决定在2018年6月24日星期日举行选举，将民意调查向前推进了1年半以上，以大幅加速向新的总统制过渡。4月18日和19日是法国工会组织的第4轮罢工时段。根据国营铁路公司公布的消息，周三高铁客运只能满足客运量的1/3，区域火车班次更糟糕，也只能满足客运量的2/5。美国航空公司波音737-7000型客运飞机在空中受到干扰，1名乘客丧生。事故发生后，该公司周二宣布，对飞机所属航空公司管辖范围内所有飞机进行大规模安全检查。